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1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陈怡真。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指挥中心宣布，日更改延长到9月初6，多做伙亲友会当伫餐厅做伙食饭，海边受水甲浅味也会当开放。今仔早起，台中坐运列车伫高铁站动压系统出问题，大庆站到高铁站暂停通车点外钟，600人受影响。大甲顶南儿童家园为何网站的资讯公司互骇客攻击，各自漏摄出去，目前有8个人受骗，共骗走90多万。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今仔日增加2个本土病例，虽然疫情有较稳定，不过指挥中心宣布日期更改延长到9月初6。另外，室内集会为限50人，放零到80人，室外放零到300人。店内用餐的部分也开放大做伙亲友免菜价房，也免当开坐。海边上水甲浅味，若遵守防疫也会当开放。另外，也开放境外生申请入境。国内本土疫情确例继续维持个位数确诊，2日新增加2宗的本土病例，拢伫新北市。另外有8宗境外移入的个案，新增加1名确诊者死亡。未来2礼拜维持2级的警戒到9月初6。放送的部分包含带到店的人到餐厅食饭，应免用价房，无受每回数的限制。另外，加护病房、安宁病房、甲儿童病房，患者住院7天以上，会有条件开放探病。在集会部分，搁再放宽人数上限，室内是温存80人，室外是300人。海钓场、蒲唱水的这所在，若是符合防疫规划，会使来开放。因为疫情确例，指挥中心也宣布重新启动境外生专案入境的作业。入境之前，我们会先由学校把名册透过教育部转给各个驻外管处，那这样子学生就可以跟驻外管处来申请签证。那学生取得了签证之后呢，他订妥了班机，确定了集中检疫的场所，就可以透过学校向教育部来线上申请入境许可。另外，因应鼻流疾病中有关岛登记鼻流验出2例阳性确诊，指挥中心也宣布，台湾旅客对鼻流回国了后，虽然维持5天加9天的自主健康管理，不过要在第5天加第12天2摆来 PCR 检测。指挥中心讲，鼻流确诊者的卡列甲台湾的旅客并无重他。我们有清查了相关的一些足迹跟接触，基本上跟我们的旅游团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接触的。那在机场也没有接触，因为他那个是8月15号，大概入境帛琉，我们上次8月14号我们到，在他之前到，然后在下一批我们到的时间是8月18。另外，之前有部落客伫社群的平台分享，家己注射新冠疫苗了后出现肺结的治疗的情形。对此，指挥中心讲，注疫苗了后，肺结包含侵占静脉脱掉咧，遵守着34层通报。另外，种是鱼脱掉咧，通报32件。咱国这2种不良事件的通报情形，拢无比背景的预期值较悬，无排除是注射人数甲观测时间较短关系，所以也无明确的结论。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大家拢真期待咱国民间企业买 BNT 疫苗，敢会当伫中秋进前送到台湾。咱国驻德国的代表谢志伟就讲，德国官员表示有正面的发展。若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会伫明仔载暗时为欧洲返来台湾。针对疫苗送货进展，郭台铭是强调讲已经尽全力啊。另外，指挥中心也宣布讲，高端疫苗必须开放，予20万人通有约，8月27就会当注着。BNT 疫苗传出有希望伫中秋节进前运到台湾。驻德代表谢志伟伫伊面册透露，德国某重要部会官员解讲 ，BNT 将会予台湾的进度有真正面的发展。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8月前往欧洲旅行，方介头是亲自去催会，真受关注。永联基金会表示，郭台铭结束欧洲行程，有计22暗返来台湾，即摆兼顾公司行程，郭台铭尽力啊。关系疫苗的进展，尊重指挥中心说明。基金会都已经把相关的资讯告知政府单位，无论是时间表或者是进一步有利于大众的决策，目前我们尊重指挥中心的说明。BNT 也一直在进行中，然后我们希望能够比较快能够跟大家报告。对疫苗到台湾的时间，台市长回应有关计调，也毋过态度乐观。另外，国内高端疫苗23开始做，已经有超过59万人有约登记。因应后续可能有真侪配高端疫苗完成检验风险，指挥中心宣布增加开放预约，大约有20万人会当做。大概是20万人哈，那打的时间是比较晚，是8月27号到8月29号。
符合主疫苗对象是16、14岁以后新登记，也是加选意愿登记是高端疫苗民众。23开放预约，27开始做。副总统赖清德有计伫这波加开名单中。另外，总统蔡英文将伫23到预约做疫苗场所注射，甲一般民众同款，未使用特权。记者综合报道。国内已经有3个台北入境案例，拢是做完2档 Moderna 疫苗了后，佫去沾到 Delta 病毒。有专家分析讲，目前国际上疫苗对 Delta 病毒的保护力确实降低，所以不管做倒一排疫苗，拢有可能会佫确诊。民众千万袂当因为有注意风险，就放任防疫。国内境外移入个案内底已经出现16例自外疫苗了后，有关确诊的突破性感染，其中有3例是做完莫德纳疫苗2剂了后，有缘为着变种的 Delta 病毒株。医师分析，虽然国际上研究莫德纳疫苗是对变种的病毒保护力较悬的疫苗，但过做完了后，本来就无度避免防卫着，而且确诊了后，传播力也比无做疫苗病例较低。突破性感染会认为说这是未来台湾防疫里面会需要去注意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虽然说我们认为打完疫苗防护力会相对增加，但现在比较担心的就是说，注射完2剂完整疫苗之后，大家会不会掉以轻心？医师坦白讲，台湾虽然嘛要面对注疫苗了后有缘互感染的这情形，尤其是无症状带源的感染者，可能真侪隐形的传播链。卫生单位爱加强高风险所在的普遍检查。这种各国受到变种病毒的侵袭，台湾真恶来地形事外，就算边境严格管制，依然难防带源超过14天的病例。以后的这个变种病毒株会不会让14天的这个带病期时间会延长？或者是说在病毒非常少量的过程，或者是说在隔离病房的检疫所的地方，并没有做得非常好的手段之下，也有可能会造成像这个澳洲一样，也会有一个被传播出去的一个机会。所以我想这个情况大家可能还是要多所留意，随时我们还会有Delta病毒入侵到我们社区的一个风险。医师提醒，变种的病毒随时可能会侵袭台湾。这种来看，年底进前防疫降级并不乐观。除了注射疫苗，上界重要也是要加强个人的防护。社区清零的目标是真恶，搁再实现，民众防疫袂使来放松。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捷运阁传出有列车故障的意外，今仔日早起7点外，列车伫高铁台中站因为档案系统常常歹去，无法度驶叮当。地属大庆站到高铁站这段路线暂停通车，虽然点外钟过后就恢复通车，不过也是有600名旅客受影响。故障的中捷列车状况无法度随排除，暂时停伫捷运高铁台中站的尾亚铁路。好在在列车发生故障进前，乘客拢已经落车，也毋过台中捷运路线列车搁故障，互民众真歹接受。因为这个就毕竟大家都是在里面搭乘，所以安全度来说，一定是要就是不断的去检查。台北的捷运跟中部的捷运是不一样，那所以如果说要以台北的那种方式来说的话，坦白说，确实台中这边是有待加强。受影响的民众伫面册抛出相片，明明买票买到高铁站，却只会当坐到大庆站，转坐专属车实在无方便。连下早起7点外，编号01甲02的这组列车，驶到高铁台中站就卡伫柜台，无法度叮当，因为列车技术人员无法度随排除故障，所以只会当先将列车暂时拖到尾站的铁路。初步了解是刹车系统故障，中捷公司也赶紧启动转接机制。跳脱的一个原因，我们列车程序夜间结束营运之后，会送机场做进一步的查修。中捷公司表示，伫早起9点34分恢复专线运转，估计影响旅客有600人。故障原因经过检查发现是段落器跳脱，造成推进刹车电源失效。不过跳脱的原因要等到暗时上班了后，拖到北屯机场细部检修厘清。这回63去年11月起营运。发生半永久连接器车心断气，今年3月5恢复试营运，4月正式通车，也毋过无到半年，佫发生故障，也互民众真歹接受。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桃湾区的明北铁路桥和大水冲断，当地3个里的里民已经调伫山区要3礼拜啊。公路总局昨开放南平公路梅山往台东的路段，互居民会当采买物资、运送农产品。另外，临时便道已到8月29进前都会当开通。
老虎兰部落居民组织做伙处理利西亚为台东运来的野，居民受困桃园山区活3礼拜，总算会当食到新鲜的猪肉。公路组约20起连2天分梯次开放，南怀公路为3口，往台东向阳路段民众塞车出去买物件，也过有希望变得赶紧沟通。相关单位的协助，让我们可以下山采买。最大的希望呢，就是希望道路能尽快抢通。一台货车日透早就来到梅山口，准备外出买物件。进前因为无便到沿道运送酸亚农民，这几天赶紧抢上伫6个前采收，准备为台东运出去卖。希望能够在28号以前把这些芒果全部运送下来。但是距离上的关系，因为要走花都这样子，那个变成价格上来讲的话，我们相信都认为说，就比较便宜了，他们的利润降低了。因为山区天气无稳定，南怀公路往台东向阳路段，这几天由原不时有落石，也是土刷水，所以下昼3点了后禁止通行。公路组局提醒居民，一定注意回程时间甲天气，唔通硬要通过。天气不好的话，那还是请可能要在外面找地方做一个停留，因为吴立华立委这边也很帮忙协助了、协调了林务局向南边可以给相关的里民做一个居住。公路总局表示，明北科路桥便道的抢修已经完成500公尺，预计会伫25至29完成。伫便道抢通前，南怀公路往台东方向会继续开放，逐工4个时段予民众通行。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大甲镇南宫附设的镇南儿童公园，委托资讯公司为维护网站，煞干那互骇客攻击，儿童公园捐款前的个资漏泄出去。诈骗集团佫假造远方的身份来骗钱，目前有8个人报案，诈骗的金额有90多万。实在是真生气，严厉来谴责这诈骗行为，因为台中大甲镇南宫附设的镇南儿童公园，捐款人的资料外泄，诈骗集团摕到个人的资料，冒名验方的身份向捐款人来诈骗，其中有8个人报案，诈骗金额达到90多万。很多的受骗的这些捐助者呢，不疑有他，因为听到说，是庙方或者是家园的这个工作人员打电话去觉得说一定要马上处理。验方长期委外来处理线上捐款系统甲网站的维护，警方调查发现，委外公司的资料库敢若互骇客侵入，偷摕捐款人的个人资料，有900名的捐助者互诈骗集团找到，要求我提供信用卡的资料，也是讲系统设定有错误，爱到 ATM 也是网银来操作。即阵院长也真烦恼讲，以后的捐款收入的情形，对于机构可能产生了这个不信任。疫情爆发到现在所有的这些非营利组织都因为人事的开销等等呢，其实陷入一个很大的危机诈骗的情形一直出现，家己有14楼的生理人，伊的虚拟货币也疑似互骇客侵入，互盗领价值大约代票8000多万的泰达币，损失真惨重。朋友做生意资金上一定需要调度嘛，那这一定会有很大的一个缺口。那当然也是希望说，他美国那边他能够尽快协助。经由变大商来买泰达币，无想讲用盗领，更加造成资金调度真困难。虽然这阵申请暂时冻结这骇客户头，以外超过1400万已经互领去啊。到底是变大商、泰达币生理人，也是个人的户头密码有问题，也伫调查。警方也只是讲正伫积极侦办中。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塔利班即马搁再掌控阿富汗的政权了后，当地边境甲机场都真侪民众想要逃去国外。即马都有10外国家拢表态讲，同意互即寡为喀布尔设立的飞行机会当过境或者是转机。阿富汗喀布尔机场外口4个拢是导弹链条，一名妇女伫美军的协助之下爬墙入去机场。过去几天，武装组织塔利班掌控阿富汗政府，引起国内导弹链条。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3个国家同意有条件暂时收容这些阿富汗难民。Colombia también se une al grupo de países aliados que va a ofrecer apoyo a los Estados Unidos para aquellas personas nacionales de Afganistán que le prestaron ayuda a los Estados Unidos por años y que están en proceso de hacer un registro y un traslado migratorio a ese país para que estén en Colombia temporalmente.
在美国甲英国的协助之下，特例的航班陆续出发。为10时开始，敢若是美国协助特例的人，都有13000多人。因为阁有数千人，包括美国国民，甲过去20天捌帮助美军的阿富汗民众需要特例。美国嘛伫当地成立队伍，准备协助这些民众离开。因为特例航班要照到各国的驻军空军基地，也是机场，已经有10多个国家同意特例航班过境中转。España y Europa está trabajando día y noche para poder evacuar a cuantas más personas mejor y en el tiempo más breve posible. Hoy han aterrizado aquí en Torrejón 148 personas, muchos de ellos menores. 虽然英国甲美国的军人伫机场协助民众登记特例，险个部分民众为着离开，常常闹代志，互机场常常出现失控的局面。比利时外交部就证实，捌有一架飞行机离开的时阵，并无载满乘客，因为要登记的人互困伫机场外口，互军队只当采用防暴盾牌守条入口，防止阁有人因为失控的场面牺牲。公司新闻台是童朋友。Delta 病毒伫全世界滚价，澳洲伫2日新增加894个病例，创新冠的纪录。有一寡民众认为封城防疫根本就无效果，上街头抗议。另外，美国即马当咧使用的3种疫苗，拢敢若通过紧急授权。当局为着要开始做第3档疫苗，要拼伫8月23之前，先通过辉瑞疫苗的完全授权。发着要自由口号，澳洲率领居民行就行路抗议封城防疫。互因这激动的原因，是因为澳洲2日增加894个病例创下新高，互民众不满用封城来防疫根本无效。虽然政府一直呼吁莫上行路群聚示威，可能会加速防疫的恐慌。不过其他城市有原有居民嘛上行路示威，更加警方爆发冲突，包括民众互警方逮捕。There is no time now to be selfish. It's time to think of the broader community and your families. If you are actually spreading the virus, you could be responsible for people's deaths. 对啊，澳洲、纽西兰确诊病例嘛伫咧增加，新的累计病例到2日已经有51例。互当局呼吁爱遵守封城令，减少甲别人见面的机会，避免疫情继续拖。在各国为着防疫加速注射疫苗之下，感染病例是全球第3悬的巴西。第2大城纽约到19为止已经有9成以上的大人，差不多是当地7成的人口已经注射第1剂疫苗。离全球病例上侪美国真侪城市嘛开始实施，正伫餐厅、健身房也是参加音乐会民众爱出示疫苗注射证明的措施。I think it's terrific, actually, absolutely in favor of it. My wife is a physician, so she sees a lot of COVID. She sees the spiking going on. 因为美国已经授权使用的3款疫苗，拢只有紧急使用授权，并无得到 FDA 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的完全授权。纽约时报报道，当局为着要实施第3剂疫苗注射 ，FDA 唔望会当伫当地23完全授权使用辉瑞疫苗。公司新闻台是童朋友。镜头转来到国内，新北今仔日增加2例本土，那台北是无增加病例。指挥中心明仔载要开会评估，湘北敢会当降做中度风险区。另外，中央阁开放大做伙亲友伫餐厅食饭免采购房。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若要执行会有困难，会维持管制。那关问题是呼吁中央赶紧推动疫苗护照，互餐厅会当根据注射的情形去分配座位。新北市2日新增加2例本土的确诊，分别是邦桥1例、新增1例。感染源调查单位有2个人。市长侯友宜指出，邦桥确诊的这女性个案19伫台北接受健康检查，安排采检确诊，CT 值36，因讲无传播力。另外一名新增确诊的男性个案，16身体无爽快到病院采检确诊，CT 值是20。我们有采检出来，他的父亲 PCR 是阳性，那父亲的 PCR 阳性比较高。大概已经达到34，所以我们怀疑感染源应该从父亲。9月即要开学啊！新北市宣布，教职人员开学了后，若是还未注射疫苗，也是注射14天产生保护力进前，每7天会安排快速检查，也是 PCR 检查。台北市2日是无新增加本土的确诊，并且2礼拜内底出现3摆加零。市府宣布，历史解除曲棍球、体操、定球、合球、野球练、街路跳舞6大体育活动禁令，也开放游泳池的用具，也有吹风机。要先讲好
有风吹草动，可能随时都要退回去。上北已经确定疫情指挥中心日的开会评估，是不是调降上北市中度的风险区？对着中央这放松，餐厅会使内用甲厝内底人斗阵食饭的限制，校友义讲地方执行有困难。台北市长郭文铁是讲，赶紧来推动疫苗的呼叫。更何况还有疫情的个案发生的新北市，我们就要采取更严格的标准来看待这件事情。你知道他们是同住还是不同住的？第二，你知道他们是亲友还不是亲友？疫苗护照还是健康通行证？这个大概很快一定要势在必行。所以以后是这样，有打疫苗的可以坐这一边，就不用梅花座。为了阻止Delta病毒入侵，侯友宜希望中央要重新检讨代表旅游泡泡境外管制。郭文铁拍算编28亿预算，由台北市府家己买250万第三剂疫苗。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有一间病院设计出一种会当甲疫苗抽甲真清气的袋仔，一罐疫苗免5分钟的时间，上济会使抽出12筒，互搁较侪人会通注着。咱做伙来看卖。医护人员轻脚细手对袋仔顶悬抽出疫苗，因为数量有限，新竹这间病院设计出这个会使甲疫苗管啦抽甲搁较清气的袋仔。希望每一滴的疫苗拢袂拍算去。这样的话可以抽得很精准，那也不会有这种重复来来回回这种抽药的情况。所以那个台子基本上算是我们医院的发明的哈。原本一罐疫苗用1cc 的血糖，上济抽11筒，即马配合使用这个专用的袋仔。会使抽到12筒。一般的我们是用手去抽嘛，一只手握住，一手这样去抽，这个2只手都不是太稳定，会抖。那我现在把一个台子，把那一瓶药可以固定在上面，那我们就可以用2只手很精准的握住那个针管来抽，那这样的话可以抽得很精准。原本估计1000筒的疫苗的量，最后在现场注了1208个人，这抽疫苗专用的袋仔，减轻医护人员的工作量。互疫苗力量较大底，互更较侪人注着疫苗。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天气报你知，咱来看明仔载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25度到34度，中部地区25度到34度。南部地区25度到34度，东部地区25度到32度，外岛地区26度到32度。各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陈怡珍。接下来7点半，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到自然教室。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